做咗媽咪嘅你可能會覺得完全冇時間咧保養自己，但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，如果每日花咧唔使1分鐘嘅時間咧，亦都可以開始凍齡喎。第一個習慣就係每一日飲2公升嘅水。研究顯示咧，水分攝取足夠嘅女性咧，比唔夠嘅女性咧，係膚質會後生成5至10年嘅喎。第二個習慣就係30秒嘅拉筋伸展，唔使去做 gym 嘅，只要咧陪緊小朋友做功課嘅時候咧拉下筋，血液咧就會循環，咁都會有改善嘅喎。第三個習慣就係瞓覺之前5分鐘嘅靜心，無論係禱告定係深呼吸。研究指出，長期減壓人群荷爾蒙嘅水平咧都會更加嘅穩定，衰老嘅速度咧會慢成3倍嘅喎。小小嘅習慣，大大嘅改變。如果你都想擁有5年、10年後都 keep 住靚嘅肌膚狀態嘅話咧，記得要 follow 我，留言咧我要年輕，我會送你一份咧忙碌媽媽嘅凍齡清單。記住 like and share， 同埋咧歡迎你加入我哋 Boonvara 健康美麗群組，讓我哋一齊可以同行，更加嘅健康美麗有自信。